主后2024年9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回应真实的处境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第4章第59、31节。恁着伫犹大宣告，伫耶路撒冷宣传，着伫全国分扫角大声喊讲。咱着集合走入去设防的城，着举大旗，警色安，着逃命毋通停骹。上主要互灾祸甲可怕的毁灭对北平来，毁灭列国个已经出发，亲像狮对暗暗的树林出来。伊要互你的土地拍荒，互你的城镇荒废，无人住。所以，恁着穿麻衫，流目屎的剔口，因为上主还在对咱受气。上主讲，到迄日，王甲官员要失去勇气，祭司拢会惊吓，先知嘛会青狂。我就讲，哎呀，至悬的上主，你实在欺骗这人民甲耶路撒冷人。你讲平安无事，其实刀剑已经拄阮的篮后。迄时，这人民甲耶路撒冷人会听到这话，对无树无草的旷野悬的所在，话有烧风，找来我的子民遐，毋是要找灭亡，也是甲我国的杂质找走，是受我命令找来的强风。现在我要宣布我的审判。你看，对着得来亲像乌云得假，因的战车亲像光烈仔风，因的战马比鹰鸟较紧。阮有灾祸啦，阮无命啦。耶路撒冷啊，着将你心内的邪恶洗清去，互你通得到解救。你心内的歹念头要放到佇时。有消息对但地区传出来，有歹消息对以法莲山区传来。恁着甲列国传报，甲耶路撒冷宣告。有围攻的人对真远的所在来，大声喊，要攻打犹大的城镇。因亲像固守远地的人包围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背叛我，上主安尼宣告。你的所做，你的行为惹起这个事，这是你造成的恶果。这恶果真苦，苦到你的心肠。我的腹内，我的脏腑，我的心绞痛，我的心噗噗抢。我无讲话，挡袂牢。我已经听到扫角甲交战喊险的声。毁灭的消息继续传来，全地拢受破坏。我的布边忽然倒去，我的帐围连绵立去。我看对着的大旗，着搁看偌久；我听扫角的声，着搁听偌久。我的子民愚戆毋捌我，我的囝儿无知无智慧，因做歹争拗，做好缓慢。我看大地混沌无成形；我看天暗淡无光。我看大山震动，小山嘛摇来摇去。我四过看，逐位拢无人，白鸟嘛拢走去觅。我搁看，肥水的园变做荒埔，所有的城镇拢受拆毁，因为上主发大受气。上主安尼讲，全地拢会荒废，毋过我袂彻底甲因毁灭。
大地为空闲，天为黑暗。我一个讲出，一定袂后悔。我既然决定，一定袂改变。城内的人听到买兵甲射钱的人喝险的声，就拢逃走，走入树林，爬上山岩，全城拢受放杀，无人住伫迄内面。你即个要受毁坏的城，那着穿红色的水衫，挂黄金的装头，西装打扮，典礼会窈窕美丽。你安尼打扮，敢有彩工？你的爱人甲你放杀，要收拾你的性命。我听见亲像产妇喙唇要生头上囝痛疼的声，是色眼的子民在鼻鼻喘。因伸双手讲：我惨啊！有人要来杀我，我要昏去啦！回应真实的处境。1949年，中国国民党对国共内战败退，走路来台湾到呾。台湾一直无法度摆脱战争的威胁。对一开始，国民政府高举反共大陆的旗号，历经罕见的剑拔弩张、823炮战的浴血抵抗，冷战时期的被孤立，到近年来中国的文攻武吓，台湾自头到尾拢处在一种准战争的状态。只是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相比，台湾追求民主、内政搁稳定，人民生活也相对富足。真侪人却也因为安尼活点自我感觉良好之中，无视台湾还处在危机四伏的险境。伫这种情况下，似是而非的言论和假信息的认知作战，往往见缝插针。不论是用和平口号将中国友善包装，挂上实为过度天真的九二共识、一国两制、和平统一这个论点，也是强调中国甲台湾两国的军备数量、军武发展落差伤大，营造失败氛围、投降主义等，这拢将台湾人民撒向过度恐慌，也是过度安逸两种思维的极端，以达瘫痪国家整体防卫的效果。若是这点对某一个立委尽管涉及泄露国家正水艦机密、阻挡国防预算甲核铁的争议，却也会当顺利连任，就通看见台湾面临的危机，毋简单伫外在这因素，内部也是岌岌可危。耶利米所踮的时代也是危机四伏，甲即时相款的有缘有假先知传递和平的假信息，因为安尼耶利米沉痛向全体人民发出呼吁，甲是战火平乃国破家亡的未来。希望伫国之将亡的此刻，也有人会当认清国家真实的处境，诚实面对，做好准备，搁愿意回转归向上帝。所以耶利米讲：耶路撒冷啊，着将你心内的邪恶洗清去，互你通得到解救。你心内的歹念头，要藏到第时。相款是回应真实的处境。介中会大埔美教会有1/3的会友，伫自长牧师墓志上的
带领下完成乌熊学院的基础民防紧急救护的训练。毛牧师搁较是完成各界的拿触行动，也考取初级救护技术员 EMT 的证照。根据伊的分享，之所以投入伫民防训练，毋单单是因应两岸情势的紧张，也是因为当地长辈有紧急照护的需求。为着安尼，伊鼓励教会青壮年，包括牧者本身接受训练，提升紧急照护能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经过训练了后的信徒，除了伫军事科普、认知作战、紧急救护、避难规划顶面有所提升，搁较互教会伫儿少、青、牧养甲社区宣教的顶面，通用搁较深刻甲务实的眼界来运作。伫危机依旧四伏的台湾，教会应该好好担负起耶利米的职分，毋单单唤醒摇摆伫恐慌甲安逸两极的人，搁较应该承担起上帝所赐予咱的责任，真诚回应时代的需要。默想，我通安怎回应自身处境的危机甲需要？我通安怎回应自身处境的危机甲需要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互台湾人民觉醒，追求真正的和平，也互教会伫人的需要顶面看见家己的使命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